1992年，洪金梅終於等嚟咗佢夢寐以求嘅一日。呢一年佢已經47歲，做咗27歲嘅小，終於扶正成咗長嫂。呢場被稱為金馬紅梅慶同心嘅世紀婚禮，盛大得空前絕後，甚至連 TVB 都全程轉播，堪稱香港娛樂圈嘅一大盛事。婚禮現場星光熠熠，邵逸夫親自擔任證婚人，曾志偉幽默風趣地客串主持，劉德華、張衛健、吳君如等一眾當眾明星紛紛登台表演助興，而洪金梅同鄧永祥嘅4個成年子女亦悉數到場，分別擔任伴娘同伴郎，為呢場遲嚟嘅婚禮增添咗幾分家庭嘅溫馨。此時嘅鄧永祥已經係76歲嘅老人家，但佢卻喺萬千觀眾面前單膝跪地，深情款款咁對洪金梅講：金梅打令，我嘅心肝，我嘅寶貝，你真雍容，你真玲瓏，你真係我生命嘅彩虹。呢一刻，洪金梅嘅等待、隱忍、付出，似乎都得到咗最華麗嘅回報。舞台上嘅佢一直婚紗，眼含淚光，仿佛終於成為咗嗰個故事入邊嘅主角。婚禮嘅每一個細節都訴說住呢場遲來幸福嘅份量，而背後嘅風風雨雨亦成為咗旁人議論紛紛嘅話題。婚後嘅洪金梅逐漸將目光從鄧永祥身上移開，更多地關注起家族生意。鄧永祥經常發現，嗰個曾經對自己噓寒問暖嘅女人，而家變得更似一位掌控一切嘅女王。佢將家庭嘅每一筆賬都管得一清二楚，但係將丈夫晾喺一邊。喺洪金梅心入面，最牽掛嘅並唔係鄧永祥，而係佢嘅八弟洪家全。從小佢就偏愛呢個弟弟，為咗洪家全，佢甚至唔惜動用家族資源。喺永琪大廈，佢專門為八弟留咗一層樓做辦公室。可係洪家全並唔爭氣，佢嘅債務好似無底洞咁，俾洪金梅一次次咁填補。佢唔單止花大量資金幫弟弟還債，仲逼住自己幾個仔女為洪家全嘅債務擔保。家族內部嘅不滿情緒亦因此悄然積累。呢一日矛盾終於爆發，洪金梅陪住鄧永祥喺永祥大廈錄製節目，4個子女聯合9舅父洪全同11姨洪國華，直奔8舅父洪家全嘅辦公室，準備討回60萬欠款。佢哋喺門外敲咗半日門，但係冇人開。9舅父怒氣上頭，一腳踩開咗門。房門大開嘅一瞬間，洪全指住洪家全破口大罵：欠咗咁多錢，你到底有冇打算還？洪家全面對兄弟嘅咄咄逼人，面紅耳赤咁反駁起嚟：我有我嘅計劃，你哋憑咩逼我？兩人越講越激動，洪全一拳砸喺台面，抄起一個杯狠狠摔向地面，碎裂嘅玻璃令佢劃破咗手，血瞬間染紅咗指尖。屋內嘅爭吵聲驚動咗成棟大廈，甚至引嚟咗媒體同警察。洪金梅得知消息後，趕到現場，見到自己最寵愛嘅八弟被兒女同兄弟圍攻，佢心痛到臉色鐵青，怒